好势啊，嘿，好，安尼无就嘿，请你来开始哈。好，好，大家平安，嘿，迄个今仔日足欢喜，会当伫遮看大家人相见面，拄则迄个梁公兄讲是2届，伫咧巴黎是3届，嘿，所以即马就是就多谢讲纳米老师甲我会记得，个我诶厝内底诶人、家庭诶人，甲所有诶朋友迄个support 加持。OK， 今仔日咱要讲诶，就是700度，这是1600度，放做伙叫做四季，四季就是 four season。是安怎？我要来解说这个图，就是这是我第100遐尔大的图，你会当看到讲，这是251公分的宽较长，所以咱来当来要来分享的，就是讲，我安怎画这个图的过程。所以咱伫分享进前，我想要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当你要为你当前的情景出发，用你所有的做你会当做的。所以英语就是讲 ，start where you are, use what you have, and do what you can。这句话，检查有足侪人讲过同款的意思，无同款的讲法，但是呢，大部分拢会讲是 reference， 讲是迄个 Arthur Ashe 是一个黑人，还是一个是迄个一个过去的美国总统 Theodore Roosevelt。这个台语的翻译是梁公兄帮我翻译的。但是我伫咧画这个图的时阵，我就有一个意念，因为我想要大家图拢会当独立会看起来是700度，然后呢，全部合作伙的时阵嘛是一个图，所以呢，这个概念就是你若看到迄个美国的钱顶管就有写 "E pluribus unum"， 就是讲 out of many one， 所以这个意思是我家己设定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迄个当阵，我感觉咱伫咧美国是安怎是一个遮尔自由、遮尔民主的国家，就是有足侪无共款的民族，拢合作伙，互相尊重，会当做伙共时做伙。所以呢，我伫咧画这个图的时阵，一开始我嘛有足侪的限制，足侪的束缚。这个我即马放伫咧遮的意思，就是讲，咱嘛会当做伙学台语、台文。所以这是写汉字，这是写台语。束缚就是 limitation。我就是有这个一开始的时阵，就是干那画一个，因为我拄开始学图，所以我也无想讲我要画什么大了不起，还是什么足大，但是总是我会当为一个一开始学习的时，我就是用一个图开始画，刷落去呢，我就甲伊放大就是 expand。你若讲你是伫咧做生理的，还是讲你是伫咧读 MBA， 还是你伫咧做什么实验，你定拢会听着讲，你着爱 10x， 所以我伫咧放大的时阵，我一开始就是 4x， 我会甲你，稍等下我会解说是安怎，我会用这个 size， 这个 dimension， 这个大小。所以当我伫咧放大的时阵，我就即马这个时阵就变成4倍大，然后呢，你会当知影我渐渐甲伊放大，因为咱伫咧学习的时阵，无讲一声就有法度做遐济代志，所以咱就是爱渐渐练习。是安怎这个
限制，还是迄个有啥物帮助？咱伫咧讲，咱是安怎我会用即个限制，讲是要24英尺甲24英尺，24英尺伫咧建筑内底，就是一个人徛咧，会当活动的空间。所以你若要设计两个人会当出会当passing right two people passing 两个人会当行过的时阵呢，你就爱差不多至少就爱想着讲一个人爱2 feet 两尺啊，所以两个人就爱变做4尺安尼，才会当安全安尼通过。啊，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你就会当看着讲，这个 idea 毋是我的主意，这是足久以前就有人安尼想到啊，所以这就是咱即马现代人讲人体工学的发源。啊，迄个人就是叫做 Le Corbusier，伫咧法国是足重要的。啊，这个人呢，伊就研究讲人身躯偌大啊，偌大的几公分才是适合人的啊。你要坐的时阵，姿势是偌迄个椅仔爱偌悬，桌仔爱偌悬，徛的时阵爱大细是爱安怎？总是你若做一个 module 做甲好势的时阵，你就会当复制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physical parameter 的用途啊，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在设计进前，你就爱讲哦，这是会当可以所有的人会当使用的。啊，然后伊即马伊用即个，伊就当然伊用即个数学的人的身体加数学，怎啊变成足侪无共款的建筑物。啊，即个相片是我本来是用伫一个网络一个相片，但是迄个相片是有 copyright， 啊，所以我就找着我家己伫咧1997年的时阵，我伫咧迄个 Convent Saint-Marie de la Tourette， 迄个伫咧法国的时阵读册的是学习的时阵翕到的相片，所以你会看到咧一格一格，啊，所以即个建筑物就是怎啊变做以后咱所有 modern architecture 的 foundation。你伫咧啊，我会当甲你讲上好诶example 就是敢若所有诶 dormitory， 还是讲 apartment 的 housing， 还是讲你 condo 诶 design， 但是呢 Le Corbusier 是安怎是遐尔啊检查遐尔啊重要。Okay, he also was one of the designer of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所以我要甲大家分享这项代志。啊，然后呢，咱即马来讲一寡讲艺术是啥物货啊？因为咱顶届我伫咧遮甲大家分享的时阵，有讲着讲艺术就是变嘛吼。啊，咱要变啥物货啊？然后我即马就要注重伫咧讲，即个艺术就是要来思考啊，咱要安怎思考一寡好的问题啊？今仔日要专分享就是讲这个过程。啊，咱的图呢是要解决足侪定处的问题。啊，这个边啊，这个图像就是picture or image， 就是会当，就是因为咱的 drawing，right？ 咱的 drawing， 咱的 picture image 是要 solve， 要解决足侪无共款的问题。啊，伫咧建筑内底呢，你因为建筑是足 left brain， 就是讲咱伫咧思考的时阵是足侪有法律，有迄种咱第一爱考虑的是事实的代志，科学的代志，爱测量啊地基啊迄个路啊，还是草啊树啊，还是迄个结构啊个内底外口。还是讲你看会到，你看袂到的，还是电路，还是水路，还是迄个足侪无共款的思想，啊，毋是干那讲即寡物件，即寡定处的问题要思考，咱嘛爱思考讲，这个是安怎看，坏的是安怎看，啊，足侪复杂的物件，
啊，所以咱就爱家己一点一点拆开来想。啊，所以呢，艺术是要安怎思考？艺术的思考的问题，毋敢若是你的 left brain， 吼，就是讲你的正手边，就是讲你的感情，还是讲你的需要，吼。啊，所以你会当伫咧心理学psychology 内底，你就会当读着讲，大家人拢知影即个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讲你基本的需要啊。啊，所以这个艺术就有法度，甲遮所有的物件拢结做伙，安尼。所以呢，咱就来思考，咱就来 let's think about how 要安怎scale， 甲即个 layers of content 一层一层的内容要安怎扩大。啊，所以抽象画有啥物款的灯展，伊就有色线啊，即个 texture， 伊的质感，啊，佮有即个思考佮感情。啊，我一开始画即个四季的时阵呢，我是为神秘的物件来看。啊，即个图是我伫咧散步，伫咧正手边这看起来敢若是一个抽象画，但是这是我伫咧散步的时阵看到迄个湖边的石头。啊，所以我感觉讲，哦，迄个自然有够水的，迄个石头遐尔啊简单的物件，伊的色有遐尔啊侪变化，伊的几何有遮侪无共款的，啊，佮有遮侪无共款的色，较迄个遮水的物件。伫咧开始的时阵，我伫画是反映我的生活，就是讲我伫咧散步里面内底翕到迄个相，啊，我就伫遐看，伫遐学习，啊，所以呢，迄个当中呢，就是敢若有一个出名的艺术家叫做 Paul Klee， 伊就是讲迄个画图就是一条线，就是一点伫咧行路，所以这是数学嘛，吼，就是 a point going for a walk，so。所以我就是看迄个色伫咧散步，啊，所以你伫咧瞧的时阵呢，就伫咧思考即个色料，几何，色料就是 color， 几何就是 geometry。所以呢，过程的时阵，就爱即个过程有足侪伫咧修改，啊，就伫遐看，啊，就伫遐详细看。啊，要训练你的目睭，讲你是安怎看。啊，你看的过程，你就爱做一寡决定，因为你无做的决定嘛是决定。所以渐渐啊，看即个色伫咧散步的时阵，就爱想讲，这色看色要安怎连接？啊，所以这100度看100度，要安怎结做伙？这嘛是咱都爱思考的物件。所以你会当看到讲，这100度要安怎接做伙？伊家己爱独立，啊，佮爱骹边仔接做伙的时阵，会思考。啊，所以这个过程检测毋是一日两日，就是爱足侪时间啊，看这个色彩行足侪路。啊，100度啊，骹边仔的图拢会当沟通就是 communicate。啊，到尾啊，爱画到一直到你知影你的图面是足清楚的，啊，你有家己学到一寡新的观点，因为咱是伫咧学习，所以呢，你一直画一直做，你到尾啊，你知影讲啊，原来你的图面有重要的代志，啊，看这个色彩
做伙的过程，教你讲你要安怎做决定 ，How do you make your decisions？还是讲，你的看法，你的看法有改变，and then 到尾啊，你就知影讲你家己存在的意义，甲你会图存在的意义，因为伊有重要的代志要表达。这个时阵，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迄个当我认为我表达着迄个自由的感觉的时阵，我就知影讲，迄是差不多一个所在会使小停落来。这个时阵呢，我特别甲大家人介绍这本册，这是我伫咧大学的时阵就读过的册啊，所以是30年啊，真正。这个册对我有足大的影响。这个册，互我知影讲，咱台湾一定爱独立。所以这个时阵呢，我想咱若有咱伫咧台湾读册的囡仔，即摆你若有伫咧网络顶悬呢，有机会你就去买这本册，还是去图书馆借这本册来看。所以我是甲我的孙仔讲话，还是讲希望这个册有翻译，会当互咱伫咧美国的囡仔知影讲台湾的历史，佮咱的自由，毋是遐尔简单就得到的。所以我的四季伫咧即个探集一定出现啊，但是我嘛会当讲我会当为遮停落来，但是我无停，因为我可能嘛是搞怪，我就爱我就想讲即个线画到遮无一定搁爱搁，我就爱画着迄个外口搁无一定搁有其他的代志会发生，所以我就继续画。继续画的时阵呢，就爱问我家己讲，我就问即个问题讲，what would happen if I keep going？ 我若继续有啥物代志会发生呢 ？Right？所以呢，即个春天，我就继续你去学习去画即个所在，互伊用迄个色彩来表达我想要讲的代志，就是春天有花，有鸟啊，有人，有无共款的色彩。热天伫咧海边有足侪船，海涌的风伫咧飞的感情，也是迄个船伫咧海港的时阵足水的时阵，咱秋天的时阵，叶仔会色伫变化，伫咧看到足侪无共款自然内底看到的情形。我就一直问讲，what would happen if I keep going? So I kept going. I kept going. 所以冬天呢，是啥物款的感觉？冷的感觉要安怎为色彩表达出来？这个时阵我嘛是足struggle， 因为呢，要马上得到一个创作的影像，无遐尔简单。所以伫咧冬天你画的时阵呢，就是感觉讲，哎哟，冬天哪会遮尔长，足寒搁足久诶。但是我就是想讲一定要来甲伊画一个有希望诶，就是一只鸟伫咧遐，即伫咧足寒诶时阵，会当看到一点点希望安尼。So I kept going and kept going. A long winter. So it feels like the winter never ends, right? 所以才有一寡 detail， 意思你会当看到迄个owl， 是无共款的鸟啊，叫做 Arc de Triomphe。So I kept going and kept going, right? So at last， 到尾有一个 resolution， you see， and then I think 这个时阵我的囡仔就讲妈妈你这只鸟有目睭，唔好甲伊毁掉，你着爱互伊留咧。所以我就讲good idea， 我就甲这个目睭留咧。这个鸟因为呢，甲做伙的时阵，这只鸟伊目睭伫看的所在，就拄好，阁是
春天，啊，适等的等下我再互大家去看迄个相。啊，即马画到尾仔的时阵，我要翕相的时阵，我就爱去搬即个楼梯来翕相。啊，当然嘛是咱若要做啥物代志，你就爱试，你试落了后，你才知影讲哦，到底是会变安怎安尼。So，这是我家己学习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讲，you don't know until you try, so you must go for it. You try。所以，啥物是改变？顶解我伫咧讲变的时阵，我咧讲着讲迄个改变就是change, metamorphosis, transformation, magic, play, creativity，就是只变、碎变、变化、变魔术，也是伫咧佚佗安尼变啥物梦，也是创造力。啊，即届我伫咧专注，我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即个过程啊 ，transformation。所以呢，这就是到尾仔的结果，就是你会使看到即个拄啊，我讲迄个冬天的迄个鸟啊，为遮看过去，拄啊好是春天，所以即个春夏秋冬就是连续安尼无停止的，就是安尼。这是我的故事，我的四季的故事。啊，即马换恁去创作恁家己的四季，你去做，你才会知影；你去试，你才知影。啊，毋好停，一直甲讲，你学着新的看法。即个顶界我嘛有分享着讲，伫咧创作艺术，就是伫咧学要安怎做决定。啊，我嘛是搁要卡逐个人继续分享的，就是我的老师就甲我讲，你着爱帮助人，你着爱学习，啊，你着爱答应讲，你着爱答应你家己讲，你要安怎用你学的物件，伫你的创作内底。多谢大家，啊，这所有的你看到的内容，拢是我家己的作品。除了第9个、第10个、13、14、22，啊，搁一寡迄个 graphic，毋是我的安尼。OK，多谢多谢好，到遮。咱即马就来，咱来会当问我问题啦，哈。啊，大家来分享啦，好无哈？啊，我先，大家咧想的中间吼，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啦，哈。啊，就个请即个那美你若方便吼，啊，你嘛来讲几句安尼啦，哈。啊，我问的一个足简单的问题，就是讲，你咧创作敢会当互你快乐？你还是互你痛苦？在迄个过程的中间，你敢会当即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我会使讲的吼，就是讲即个即派卡创作会当互你学着足侪物件，因为呢，你的感情无可能是永远干那一款，所以呢，你讲有创作是有快乐，还是有艰苦，还是迄毋只有安尼尔，佮有足侪其他，佮有怀疑，还是讲你会想讲，你的目标是啥物货？还是你会足侪，你家己卡，你家己等于是你卡你卡家己伫讲话，所以呢，你家己伫问问题的时阵，嘛是爱足有技术的，因为呢，你着爱有一个目标，讲你即马话上尾仔的时阵是要一个好的物件，所以你着爱相信。啊，有的时阵你画出来的物件。检查会足失望的，但是迄毋是讲你一定结束啊，就是讲你也未画了的。所以你若看到你画的物件，你毋是介满意，就是讲啊，迄个就是你目睭卡你的手讲的表达的物件，佮也未好，
合一，等于就是讲，因为你的思考呢，总是超过你会当表达的，所以你就爱个继续去甲伊修改，修改就是咱英语讲 edit。因为这个画图卡你写文章共款，就是你一开始画的时阵，敢若是一个 first draft 还是 rough draft，啊，你就爱足侪功夫去甲伊改进，才会变好势。啊，但是到尾啊，上尾啊的时阵，敢是上好嘛无一定，嘛毋是讲是上好，就是等于讲你画到一个所在是讲 ，OK，你感觉会使停啊，安尼。所以感情毋是敢若欢喜，还是 struggle， 还是迄拢是有诶，就是等于讲，迄个咱诶色彩毋是敢若黑色加白色，佮有足侪在中，佮有足侪无共款诶色彩，安尼。而且你讲着讲即个创作啦哈，其实创作毋是敢若会当讲用即个画图诶方式啦哈，有诶人用音乐，有诶人用唱歌，有诶人用写作。你讲这互我想着迄个 Charles Yu 啦哈，Charles Yu 迄个咱下文章，迄个啥物 National Book Award 迄个咱大作家吼，伊诶即摆伊诶作品拢互拍做电影吼，伊嘛是迄个 Westworld 诶迄个 writer 啊，我有去几遍伊诶迄个 book reading 诶 event 吼，互我留上深诶就是讲吼。伊是讲，其实写作是一个 discovery 的一个过程啊，或者发现的过程这 discovery 有时是可能是你发现家己你有感觉你一个感情，你一个悲伤啊，一个快乐的代志你要甲画，还是要甲写的时阵，哇！你说愈练愈济，愈弹愈开啦嘛有一种是你毋知影的物件比如讲你要写一个故事你有过去一寡代志你毋知影所以你会当去 research 所以愈捌愈侪啦佮另外一点，互我印象足深的，就是讲伊讲每一个作家到尾到一个程度伊会找到伊家己的 voice 我是听无啥有啦我即摆就是想讲。你感觉讲，你的作品内面，敢已经有一个 voice， 就是讲，当若你看你的作品的中间，就讲毋免讲啥物人，你慢慢签名，人就知影讲这是俊逸的作品。我期待，我嘛是伫咧期待，我搁伫咧拍拼，我搁伫咧学习中间，因为呢，我会当甲你讲。咱看过的物件，有的时阵就会为咱的手灵走出来。像讲，你伫咧煮饭的时阵，有的时阵你得煮出讲，你的妈妈的口味，还是阿嬷甲你教的口味，迄是正常的，迄是真正常的。所以咱伫咧画图的时阵，嘛会画着讲你。伫咧册内底看到的，还是讲伫咧美术馆内底看到的，要用家己的声音，完全为家己的声音，唯一的方法就是一直详细听，详细听的，就是你就爱一直练习，就是讲，就是敢若大部分音乐，伫咧合适音乐的人，伊伫咧弹钢琴，还是伫咧扭 violin。还是其他的迄个，伊伫咧表示的声音，虽然是大部分是别人的音乐，伊嘛有法度用伊的方法来表达，还是讲，除非伊家己创作，伊家己做变做伊的一个 composer， 所以你伫咧会当做迄个 composition 进前，就爱做足侪练习。我的声音，我想着爱个着爱个继续练习，才会较大声，较清楚。迄个声音
那 voice 哈，咱若台语来讲做风格，安尼敢有通风格，啊？voice，风格，哦，对会对，哎啦，有影，哎，多谢你，风格。咱即个 Kimi 有举手哈，啊无你，请你来讲话好无？啊，我英文哈没你安尼有听着？嘿， ，OK，你要讲话，嘿，请你讲。哦，我实是足感动的，这个真义啊！我2年前上那年的课哈，其实第一堂落来，我就知影讲俊义吼，毋是甲阮同款的程度的人啦吼，伊是要做 professional。我也搁在找我，因为我去写到，我到伫面的所在去写到阮囡仔的厝啊，逐项拢毋知影，我也搁在找教导吼，会要教迄个色纸来组合一个图啦。啊，伊就几落项就出来啊！我也搁在找物件时，伊几落项就出来啊！吼，我就是我的感觉是讲，即个人真系用功啦，伊毋是干那一项图尔，都几落项图出来。啊，对安尼去吼，伊就是真 amazing 啊！我后来 OK， 只是讲我对伊的感觉啊，我真欢喜讲我有即个人讲吼，嘛是其实伊是太 amazing。OK， 针对我真爱是个自我介绍啦哈。我原来是读建筑的人，啊，即马已经88岁啊。OK， 这免讲我家己，我即马要讲他拄啊伊的presentation 吼，第一点，迄个自由的自闭平民民吼做迄吼，我有伊亲笔的英语的册，伊 original 是迄个英语的呢，所以因为即本话真久啊嘛吼，所以伊都是讲我上头去借，后来因为甲伊有熟识，所以伊送我伊亲笔，啊，即摆变做我的传家宝啦吼。即本你若有，图书馆若借无，这因真久啊，可能已经无啊。我是欢喜讲传互你的囡仔看。多谢。If you like, I can mail that to you 这第一点我要讲吼。啊，第二点我讲迄个他拄啊邓先生咧讲迄个有啲风格，还是迄个 voice， 因为我甲伊同学2年吼，所以吼，迄特别的作业若出来吼，一看免讲，我就看伊都知影伊的图啊。其实甲别个同学嘛是共款，什么人画出来吼，不止会当像讲金如吼，伊画的图吼，你一看就看出来，还是迄个素美的图，嘛是一概看就看出来。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讲迄个，他拄仔咧讲迄个音乐吼，迄个你著爱听，直直听吼，还是直直家己直直练啊啥，你都会知影。其实迄个 composer 作曲家是啥物人啊？我是要爱介绍一个节目，啊说伫迄个podcast 有一个做 piano puzzle， 迄逐礼拜吼，咱广播是礼拜三，一个做Fred Child 主持的，啊，这个 composer 是Bruce Adolph， 这恁去找，你甲拍 piano puzzle 都拢会出来，伊就是用。一个差不多 well known 吼，大家拢差不多知诶作曲家诶风格，啊，甲伊用嘛，一般真侪人拢知影诶 tune， 甲伊合作一个曲，啊，互人差不多真无甲真着，互人猜，互人call in，安尼，这是我上 enjoy 的。逐礼拜拜三吼，我就是
逐项拢停起来，就是咧听迄个安尼差不多10分钟，恁去听，这就是咧证明讲，逐项代志你就是爱直直做，直直做啦。简单的代志也是困难，做到尾啊，就是变做足不得了的事情。啊，有一项我是爱建议君怡哈请你无一定 presentation 的时有见年月日，请你有迄个日记啦，画图的日记，将你这幅图对外先就看到石头，画石头，变做四季吼，这个日记嘛拢家记起来。多谢 Kimi， 我讲到这，多谢您。多谢你。对，多谢 Kimi 真深刻哈、深入的这个 comment 哈。至于你敢有马上要回应，还是讲其他人若有即摆要讲话，嘛请你免客气哈，请举手哈。迄个 Sophia， 我是苏秋吼，我伫三远大家你见面，今仔日会当去早起起来，就听你这话吼，感觉足欢喜的，心内欢喜吼，就是咱每一工在生活，甲这个创作力吼，互咱诶迄个免哪讲，我对你看到迄个创作力，遮尼自然，遮尼直直出来，敢若泉水在出来，我感觉足大的快乐吼，足大鼓励啦。我有一个问题哦，因为我毋是像 Kimi， 毋是像你拢读去了，你的左脑右脑拢足发达。我是互你的人，定了手拢伫望人的代志吼。总是我真少用我的脑无啥伫像你讲，你会去解决问题，会去想事实上你要 point， 你 pinpoint 倒一个点，你要得到一个 revelation， 你要得到一个发现，这个脑的结构吼，我感觉我是足无，我是足 impulsive 。我到即马为止吼，我身躯边啊，我做过 ceramic 拢破了，做过破去，就是欢喜嘛破去。啊，我画过物件，我嘛几乎没有真济讲像你遐尼深思熟虑啦。啊，我是感觉对你学一项，用你的左脑也好，右脑也好，去分析，去进一步去，敢若 nail down 你的迄步一步吼，是敢若是你的创作的这个先哪会直问出来迄个原因啦。我都爱靠迄个一时的冲动哦，我足冲动啊，所以我出来物件嘛冲动吼，所以我就是想要问你啦，你当然你是 professionally trained， 你 train 的敢若 logically， 啊个 realistically， 啊个足有科学的 approach 吼，即一般像我一般的人，我要哪进入这个学习啦？我是安尼甲你问。多谢素秋。一开始我要讲的就是，我嘛是一般的人，咱的脑拢，大家人的脑拢同款。我会使甲你讲一个见证，就是我看我的囡仔去 Johns Hopkins 即个参加一个脑科医生的迄个人，迄个人是介出名一个黑人，伊专门伫咧开刀大脑，迄人到尾嘛要选总统，后来无选着，我煞袂记叫做伊什么名。Regardless， 伊讲咱的人外口看起来拢无共款，但是拍开头脑拢是共款的。所以呢，大家人拢是足雷同的，但是用的方法无共款。我嘛是有迄款的 impulsive 的，是讲 intuitive 的时阵，但是迄是一开始的时阵，我当然咱拄啊伫咧看迄个图，
一开始的时阵，我的图嘛是乱七八糟，但是嘛是爱慢慢去甲伊修改啊，所以呢，迄个 process 就是讲你爱会使，你会使为一寡简单的问题来进行，你会使问讲。是安怎你要画即个，还是你敢真介意即个安尼的状态？你还是我直接会问讲，哦，我要安怎互伊变较好势？还是讲，安尼敢是我上尾啊一个 execution？这敢是我上尾啊对即个图面诶。表达，因为一开始我伫咧画图的时阵，我嘛是伫佚佗，但是伫咧迄个手机沙龙伫咧巴黎的时阵，我拄着一个艺术家，伊就甲我讲，画图的人对历史，毋是干那画图的人，就是等于伊是讲艺术家对历史。有责任啊，所以呢，咱伫咧创作的时阵呢，咱一定会留出一个物件，咱留落来的物件，无一定会比大部分会比咱搁较久啊，所以咱咧互别人啥物款的 message，啥物款的讯息这个时阵咱就会当，咱会当为遐来问足侪无共款的问题，还是讲我要希望将来的囡仔看到这个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感觉？我期待因伫这内底会当学习到啥物货，还是我互看到的人有啥物款的感觉？啊，我一开始伫画图的时阵，我有一个意愿，就是讲看到我的作品会得到安慰，因为呢，我希望讲，咱的作品。互别人看到的时阵会欢喜，还是讲有好的感觉，无迄款袂互人看到足生气，还是讲无欢喜的感情会走出来，安尼，所以我就会去佮继续去问讲，这敢是迄款欢喜的感觉，还是这有这个物件的意义佮还袂走出来的时阵，我佮爱思考啥物物件，总是渐拢会做 frustrated， 因为有时阵会想讲，这是啥物画啥物画个，所以迄个当阵呢，就爱会当去看自然的物件，讲这个自然界有遐尔济水的物件，无一定我会当。详细看迄个叶啊，还是花，还是伊安怎迄个光线的改变，还是讲来看一本册嘛是会使，还是做一寡其他的代志，还是家己的空间整理好势头壳就会当想较清楚啊。多谢，我知影你咧讲啥。谢谢，多谢你的问题，真好的问题。敢有人即摆有要发问，还是讲要分享？我咧等下中间我来回应迄个Sophia即个问题啦吼。我即个问题嘛是我想要问的啦吼，就是讲咧创作的时阵是较有条理、较有计划较好。还是讲较随意啦，impulsive 咧，较随缘较随意啦若讲逐项拢足安尼足 structure 拢计划拢足好安尼迄种的张力变成讲，你到一个程度，艺术你嘛是袂当讲亲像建筑安尼安尼逐项拢安尼安尼
美美角角吼，是是正嘛，爱有一个迄个空间啊，互要欣赏的人入来吼，入来参与啊一寡，所以有一寡变啊随缘吼，啊变啊到即个安尼有一个讲有一个作家的意志，讲好我有想要表达啥物款吼，你到啥物程度啊？毋知真理还是讲迄个所皮啊，有啥物款的诶想法无安尼嘿？啊，我想吼，无咧创作诶人吼，还是讲无咧写作诶人，拢会想讲哦，迄作家啦吼，还是画图诶人吼，拢足浪漫诶吼，啊，逐身啊拢安尼，凊彩拢随缘吼。但是若较了解诶人吼，其实是作家还是画家吼，伊其实实在是因诶生活有时也是足规律诶吼。我所捌诶作家大部分拢是足规律，啊，到时一定爱写，一定爱创作吼。可能画家我咧想象可能也是共款啦吼。啊，这嘛拄则我咧问诶嘛是有即个意思，就是讲有时感觉若是做一个创作诶人，啊，一旦你袂当创作，还是讲你已经失去迄个创作力诶时阵，还是讲有一个 bottleneck， 啊，你怎啊无法度头壳个灵感拢无去诶时阵，啊，敢会互你真痛苦啊？一定会，一定会，迄是真自然的代志啦。就是敢若讲，你逐工伫咧煮饭，还是讲你逐工食卤肉饭，你也会酸啊，所以你就有时啊爱食一碗泡面，还是食一块披萨，你就爱改泡面，就爱改一个，还是食一寡青菜，还是讲你。就是人是足自然的，迄是足自然。咱的目睭嘛无一定拢全部爱看青色，还是绿色，还是红色，吼。啊，但是都是伫咧画图的时阵，咱就是爱有一个好奇的心态来画啦，就是讲，你因为恁大部分咱伫咧看拢是成品，咱每一本册是人写几啊年，有的册人写差不多20年才造出来的成绩。所以咱拢是看人的伪造，讲啊，那会遮好，写甲什么War and Peace 还是什么写甲遮大本，这是安怎？自己就是无可能是自己就写的，但是拢写差不多几字安尼，啊，然后搁爱修改几啊百遍，啊，然后无一定会 publish，迄个 chance 嘛是足细，就敢若讲咱过去伫咧读册会。读第一本叫做Lessons in Chemistry， 迄本册嘛是足趣味的。啊，一个查某人讲，伊是一个化学家，啊，但是因为要照顾家庭，啊，总是伊的职业就中断，啊，结果伊怎啊变成伫咧电视教人煮食，啊，伊教人煮食了后，怎啊变足成功的 ？Anyway，就是。迄个册呢，伊经过900，经过99届，互 publisher reject， 安尼要安怎讲？就是讲，伊要叫人甲伊出版迄本册，去互拒绝99遍，所以到第100遍的时阵，迄本册怎啊印出来出版，才出版100遍的时阵，所以迄款的时阵。你家己我家己直直满意的时阵，我嘛无一定会互世界的人接受，所以迄款的，迄是一个过程。但是是安怎伊迄个写册的人，伊成功就是伊无放弃，伊写到伊投到第100届的时阵较成功，也是讲逐个人拢知影什么 Thomas Edison 迄个电火泡啊。是99届失败，所以我拄啊伫咧分享的，嘛是足侪失败的过程。yeah， 所以就是袂使停，爱一直爱足坚持的啦。迄个创作的人嘛是写册，还是做音乐，还是不管做什么代志，拢是爱一直继续。所以我感觉你安尼说明咱足强啦，吼，就是讲安尼，
不是安尼继续哈进步。咱咧读迄个五尾饼两尾鱼的故事嘛，是有讲到这点哈，就是讲到尾本地是逐项拢无，毋过你愈做的时阵，你愈分享愈分的时阵，迄种的talent吼，就继续一直发展出来。咱这敢有其他的人要来分享？这个拿出来 Webex， 但是啥人伊举手，那米老师举手。好，多谢，安尼我看袂到，无，啥物人要先开始？那米老师，你敢要先开始？再甲麦克拍过。我较慢吼，那是安宁呀，他在安宁。这个你听到无？有听到，安宁你好。故事有透早起来，我要创，我点落去，那变做 Webex， 因为可能我是迄个 connected， 所以我无时间去迄个去注意，就是我啦吼。迄个我足感动的吼，因为逐摆啦，我嘛是迄个金宇的同学啦吼，就是讲阮伫上课甲数据共款，每一工像阮昨吼，伊就会即上尾伊就会出一个互阮吼。大家足 impress 的迄种的迄个伊创作的过程啦吼。我无啥物问题，但是我逐摆拢 take note， what I need to do 吼。今日我是对 positive 甲 negative 有一个足大的感动啊！伊讲的每一项我拢 echo， 甲大家头拄仔迄个农业伊讲的，讲咱是安怎继续吼，有当时迄个全迄个无迄个。力量吼，你来生命力足强的吼。咱我就有当时感觉就是画家，足细汉的时要学做趣味，但是就讲迄拢我遮袂当安怎吼。咱听了咱就 stereotype 就想讲迄艺术家、画家拢是迄种足浪漫的对吼。我有去法国，去甲一阵人嘛足喜爱。我看的大部分我看的拢是足 superficial， 咱拢感觉讲遐个人就是安尼。足浪漫也无去想国家的代志，也无去想迄。但是我在伫学的过程，我知影金鱼，我对伊感觉足佩服的。就是讲伊很少年，伊阁会当，因为伊有足大的 motivation， 有足对人类、对家己的出身，对咱台湾吼，有足侪 love 吼，足侪。伊会当甲伊变做一个 positive voice 吼。像数据讲的讲，右脑跟左脑，这个伊嘛足 organize 吼，伊伫创作遐尼艺术的 creativity， 伊会当甲伊今日用遐尼清楚的1、2、3、4、5的讲的。我今日主要就是讲 negative， 因为我伫创作的时，我足 negative， 我逐摆就讲我家己哪会安尼吼，搁迄落就想，我就看到新闻讲，台湾政治哪会安尼吼，拢无想讲到底你是安怎甲伊，毋是无想啦，好像那个迄个。strength 是 limited 的，就一直影响我的较乐观的迄个即种的创造吼。所以我 take note， 就是讲伊也无放弃，但是伊创造出来迄段事迹，阮看到伊今日安尼 present， 阁互我阁足深的。伊的案头甲尾吼，桥头就是看到迄 rock， 迄个像迄个你是安怎变做？迄个追求自由，敢若有一种追求自由，佮甲台湾的迄本册，佮有联想吼。所以 I'm learning from her a lot。我足欢喜会当是咱的即个台湾囡仔吼，就是讲咱来美国的即个第2代是第3代 ，whatever 伊是足好的 role model。真多谢呀，多谢安妮。后来搁倒去换啥物人？他都Sophie要搁讲哈。Sophia， 你的手举咧。无我讲了啊。迄个哪敏感是要讲？嘿，大仙啦吼，大仙。爱感谢这阳光兄吼，伊有提供这个平台吼，互足侪人来发表伊的这个
不管是创作还是讲伫各方面的这会当甲人分享的物件吼。啊，我虽然无大概参加，毋过就是讲，为遐得着足济安尼吼，所以大家有时间吼，会当讲较常参加吼，即内底节目足丰富吼。呀，啊，我昨在咧含金宇咧讲啊，我讲即个 COVID-19 吼，这是唯一吼，伊就是讲咱变做互咱会当用过即个网络来遮见面，还是讲来遮学习真济遮无共款的物件吼。呀，这是 COVID-19 唯一的一个会当讲咱，莫讲甲感谢啦，就是讲唯一的 OK 的物件吼。啊，无实在是害甲大家惨安尼吼呀。OK， 我嘛真感谢金宇的分享吼。这个分享吼，伊就是讲伊毋若讲会当讲伫这个分享伊家己的艺术的这个过程吼，伊毋若甲这个爱艺术的人来分享，啊，含这同伴来同齐来成长吼。伊这嘛是咱咧分享的是嘛促进人甲人的这个联系吼，啊嘛会当因为安尼。吼，你来改变你的想法，还是讲因为安尼，你本来无爱物件，无了解物件，啊，你就直接你就了解，吼，啊，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啦，吼。啊，个另外一项就是，我要讲的是讲，伊是咱台美人吼，新的这个艺术高人啦，吼，这艺术界高人吼。是咱的宝贝吼，所以咱爱就是讲你会当安怎去像有一个平台互伊安尼来介绍吼，还是讲你有啥物款的这个方式来透过啥物款的方式来甲伊 support 互伊，因为你讲上帝互人一个即款的 talent 吼，啊伊若无家己拍拼吼，安尼伊就干那有尔吼。啊，都袂当去扩大去影响，还是讲伊会当有一个咱讲脱颖而出啊，就是讲爱通过遮济物件哩吼，咱知伊毋若讲三摆入选吼，伊个是互人甲伊推荐啦吼，就是讲甲伊邀请讲，伊即摆要过去，伊是互受邀请去遐展览吼。所以，伊已经胜于咱啦，就是讲，其实我嘛，咧讲起来讲，我嘛无讲有啥物，对伊讲有啥物功劳，还是讲有啥物无啥物作用啊？就是讲伊家己本身，伊知影讲上帝互伊有即个 talent， 伊会拍拼，吼，啊加上遮物件，啊，所以伊今仔日有即款的成就来展伫咱的面前，互咱看到，啊，咱甲伊三甲来欢喜安尼吼，呀，啊，所以我真欢喜啦吼，啊，我嘛伫阮的 class 内底，就是讲，安尼鼓励大家吼，会当分享你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吼，不管是你就是安尼创出来是你足欢喜，啊，足成功，你家己感觉足欢喜，你有一个物件甲伊做出来，为无变做有，吼，安尼你即款的欢喜，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讲因有的人讲，那像咧生囝说阵痛安尼，足艰苦，困袂去，食袂落安尼吼，有当时嘛会有真凄惨的迄个情况会发生安尼吼，啊，毋过即款的就是讲你愿意分享。吼，你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吼，即款的过程是较宝贝吼，大家拢会同齐伫遐，同齐来成长，啊，同齐来进步安尼，吼，呀，啊，我刚才你个讲是说讲头拄咱咧讲即个个人的即个特色创作吼，呀，我嘛真鼓励讲我的学生吼，因咧教我学时，我无去甲因从这讲因会使你安尼，还是袂使你安尼，吼，就是讲鼓励因有
家己的经过，就是讲通过因的即个成长的过程，啊，甲因的即个生活环境，还是讲伊咧成长的即个环境，吼，有足侪影响伊的物件，啊，对伊即个食的介意，还是讲无介意，吼，还是讲伊特别较爱啥物款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吼，这都会成做伊个人的一个特色安尼，吼。OK， 我简单安尼讲者啊，多谢大家。多谢纳米老师。甲有人举手。纳米，我甲你请教一个外行人的问题，好无？我甲考倒。有关色彩这种的感情的物件，吼，看到啥物色有啥款反应，吼。这大部分是天生的，还是后壁去读一寡迄个 color theory 这种物件，会产生出来？我的感觉是，这无一定正确，我的感觉是一半一半啦。色彩唔会使你通过学习来学讲，这个色甲这个色安怎甲伊夹做伙是会当做一个正好的表达方式，吼，表达出来物件会正好势，也是讲像讲咱嘛会看到讲，你若伫一个会场内底，你开会场内底，吼，即个参与的人，你会感觉讲，这个人伊的规个穿插。也是讲伊安尼整个互你看起来的即个搭配吼，即个配合安尼，伊拢足好势，就是天生的吼。是讲伊咧选一个物件的造型，也是讲迄个色彩，吼，有当时伊就是天生的吼。毋过有当时就是讲，你透过一寡学习的时，你会当改进你所较未晓的吼，较毋捌的要安怎改创较好势，你会当通过安尼来有一早做一寡的改进啊。这是我的看法，无一定完全正确啦吼，安尼呀。若讲对一般的艺术的欣赏者啦，吼，这敢有需要训练？呀，需要，就是讲你若有一摆一直观赏，啊，有当时拢有一个guide伫遐咧，甲你解说，你安怎去看这个图，吼，搁一方面就是讲，有当时你爱通过一寡资讯，你去读，你了解，然后去接受这物件，吼，有当时就是你一直看，若像你咧听音乐，本来你嘛听甲无啥讲，伊都偏偏拢是遐豆仔，拢是遐一个音乐嘛是遐音尔，谁若变遐尼济安尼无啥遐尼济有足感动安尼吼，你就直听，你会迄个，不管是你的脑波，还是讲你的想法，还是讲你的心情，你的迄个感动，你会甲伊变做讲，你甲即个物件合作一个是，安尼就是你上好的迄个接受甲欣赏安尼呀，迄嘛是我的感觉啦吼，无一定完全正确安尼呀。今日你敢有要啥物回应？老师讲的就是真好的答案啊。大家人拢有无共款的表达方式，但是你的艺术卡你的作品，若会当夹做伙的时阵，迄就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就是一个好所在。拄则听纳米咧讲恁迄个你的教学的方法啦，吼，就是讲你无特别去甲因讲哦，无注重伫迄个技术面啦，吼，有啦，技术嘛有啦，就是较当然技术嘛重要啦，吼。不过注重人的迄个伊家己的特色呀。注重迄个启发啦，吼。我最近吼去发觉一项代志啦，吼，就是讲巴萨蒂纳阿 Center， 这算做讲一间艺术学校吼，国际嘛
嘛相当有名啦吼。对，啊，因即嘛吼，遮我所在啦吼，因本来吼，因的迄个 undergrad 吼，因无啥爱受高中生啦，就是讲希望讲你有一寡社会经验了后，啊，较入去读啦吼。啊，即摆因改变啦，所以听讲是所从迄个较无像较早较好啦吼。啊，对因咧修即个硕士迄个 MFA 吼，即摆听讲是安那呢？你嘛无需要晓画图呢？啊，因尽量要迄个邀请无共款学问的人，吼，比如可能是建筑，可能是哲学，吼，心理学、医学、脑神经遮物件，啊，因要捡遮学生入来，啊了后，你若是你有画图的，有 portfolio， 有安尼，你会当检读一档，吼。啊，你若无画图的经验的人，伊阁用一档去甲你训练啦，吼。啊，所以即点是我想讲，即摆即个当代艺术，吼，特别是一寡迄个造型，吼 installation， 吼，造型即种的艺术，吼，已经伊个拢是咧追求讲，伊要安怎和社会对话，吼，啊，较毋是讲，或者是水歹即种的物件，是透过即个艺术，吼，啊，免让社会对话，特别是咧公共艺术，即个展示，吼，所以公共艺术嘛含建筑即种的物件，足有关系，因为你若藏落去了，迄是安尼，毋是干那几个人去伫迄个gallery里看，迄是安尼，可能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啊，拢会去看到遮物件。所以我是安尼听即个纳米咧讲的遮，我想到即点啦吼。啊，毋知像讲咱遮有两位嘛吼，拢有读建筑，啊，过入来画图，遮的物件吼。啊，拄则今年我看你咧迄个你咧分享的时阵，哦，你嘛有讲到一寡咱人的即个人体工学吼，啊是安那较要爱选遐个寸尺吼，啊无共款的layer 吼，啊会藏入去无共款的意义吼。啊，你敢会当来回应讲是安那？即个就你的了解啦，啊，像因的迄个 admission 要解说讲，你嘛无一定讲你就是画图的背景的人去读 MFA。因为即马咱的，你知影咱一定毋是啥物 information era， 咱即马一直伫改变嘛吼。啊，过去有迄个有迄个知识，有迄个 resource， 就有法度，人才有法度去学习。即卖的人，每一个人拢会当学习。你无一定爱去啥物学校，还是安怎？因为即卖有咱足方便的，咱伫咧电脑顶悬会当有找到足侪物件。我嘛无一定爱去煮食，我就会当找到要安怎创，对不对？所以 no longer， 这是一个一个社会的改变啊，所以这个大学有的人讲，过5年都无人囡仔都无需要去读大学啊，也是讲阮即阵的公立学校的囡仔拢无做业啊，因伫咧像咧古早咱伫咧做学生的时阵，咱转来就爱练习写字，也是数学就爱练习。啊，即摆囡仔拢袂当有做甲安尼，所以因伫咧思考的方法就无共款，因为因有无共款的工具。现在即摆的艺术爱有遐尼啊济无共款的背景的人来 stimulate， 来刺激，就是真正好的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就是讲即个图，若愈侪人看，伊才愈侪人伫咧讲，还是愈侪人伫咧思考，即个物件才有伊的意义存在。
你若画一个足水的物件，art 就是讲这个艺术，毋是互一个人 ，it's not for one person， it's for the public，right？所以你就爱讲，就是，但是咱伫咧创作的时阵，咱画一幅图，咱就是互即个物件有一个生命。咱要安怎互即个图有生命，会当家己行出去？他所有的图徛做伙的时阵，袂去风拍倒，还是袂去互风吹倒，还是讲袂三日了后，就色就无去啊。所以这款的物件，就是爱靠一寡 fundamental， 就是爱学习的，你的 technique， 还是讲你要安怎插你的色，什么迄款的就爱学习啊，对啊。所以这个 Pasadena Center 伊就 open minded， 伊即马因为迄款的表达，等于讲咱艺术的表达是大家人拢会当做会到的啊。你手若摕去一支鉛笔，你就会当做会到啊。无一定爱鉛笔，你伫咧刷顶悬嘛会当画啊。我有看到人伫咧刷顶悬画迄款迄个历史的故事，啥物嘛是足水的，嘛是足无简单的，足侪无共款的方法。所以这款的，就是一个足 open ending 的，就是大家人拢会当试看卖啊。你嘛来学画图。就讲即马啦吼，足侪人会感觉讲啊，即马嘛无需要读大学啊，嘛无需要去读册啊，反正就是 YouTube， 啥物物件，即 information 资料拢足侪啊。啊，毋过吼，我是安尼想啦，吼，像讲，照我理解吼，比如讲你即个要哪教设计，要哪教艺术吼，其实足侪是伊提供一个空间，互学生会当对话，啊，会当迄个教授吼，伊会当做足好的 critique 啦，吼，啊，所以即点是足重要，这无法度人干那讲家己一个去学的，因为你这物件，你爱互人甲你批评吼，好诶歹诶拢足照实讲，吼，毋是咧讲你诶图足水诶，你会安那吼，伊会伫迄个中间咧指出讲，你可能抑阁有一寡物件。你想无到诶，你会当去继续等伊个转来吼，啊，所以是即点，我是感觉讲，这艺术教育诶，即个伊真正诶价值是伫遮啦吼，较毋是讲靠一个去像讲伫即个中国诶，我是毋知啦，我是听安尼讲吼，拢是爱去对一个啥物大师啦吼，像讲日本是啥物对一个啥物流诶，即个画法啦吼。啊，毋过正甲伫西方诶艺术教育，较毋是安尼是，就是像NAMI即种诶教法，伊就是要甲你学生，你诶 potential 吼，啊，甲你激出来安尼啦。我想要add 加一寡重要诶代志，就是讲好诶艺术内底一定爱讲一寡，一定爱 reveal， 就是显出一寡事实。truth， 啊是安怎？迄个 truth 就是讲，迄个你的感觉是真的感觉，别人拢会当体会。就是讲，敢若Cecilia 就甲弹钢琴的，伊弹 Chopin 的时阵，我听的时阵，我会感觉讲，伊足欢喜的，还是足悲伤的感觉，迄是迄个 truth 伫迄个 art 内底，迄个 truth 的爱造出来。啊，另外去学校怎真重要？你去学校，你看人讲话，看人说话，啊，你听人 critique， 你袂凊彩就互拍败啊！你得爱人若甲你讲你话的物件毋对，你得爱知影讲你要爱安怎学习，要安怎解说。哦，啊，另外讲你要是安怎，一定爱个学校个有。存在的重要性就是讲 public safety， 袂当讲你什么破病，你看 WebMD 就好啊，你毋免去看医生，还是讲我足敖的，我去 Google 我就知影讲什么我是什么症头，我拢毋免去，迄是毋对的，就是因为科学嘛是伫咧找事实，啊，迄个
就是 science 嘛是足侪 tools， 啊，这个 public safety 是足重要的，所以这就爱个一寡 regulation 啊，啊，就是讲，就是敢若讲，我伫个画图，啊，人讲啊，你凊彩，啊，我人甲你讲一个笑话，迄个较早有迄个客户来时，啊，阮伫个画。甲因设计图，啊，伊就讲好，无个画啊，你凊彩画2条线，就爱足侪钱，吼、因为安尼咯，但是伊无想着讲，阮的责任毋是敢若讲，哦，互你行一日，看着起毛字足好，啊，厨房足水诶，窗仔门足大诶，啊，什么，阮着爱甲你保证讲，你诶厝顶诶物件袂放落来，甲你地死，还是讲地动诶时阵，你搁安全伫个内底。啊，所以这个责任，就是阮爱承担呢。我袂当凊彩甲你讲，哦，你迄个壁全部拢拆掉，袂要紧，无可能是安尼嘛。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咱着爱注重的，就是 truth。咱伫个 school，we're learning truth，right？ 啊，你伫个学校内底对。college, graduate school, whatever, PhD, you're learning about public safety. 你就是爱去保护足侪人的安全，毋是干那你家己。啊，另外一个，你若伫个要做生意啊，哈，or you go to school for MBA, what you're gonna learn is the intrinsic value. Intrinsic value means that you see a tomato, you know it's a tomato. Okay, so you know the price of, okay, so what'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Bitcoin? Nothing. What'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1 ounce of gold? Maybe nothing as well. 但是你就爱去思考一寡，什么叫做 intrinsic value？ 就是讲你一碗饭会价值，伫你的厝里一碗饭嘛是饭，啊是安怎伫个 Michelin star 的饭店内底，迄碗饭爱遐侪钱，还是讲哦，你伫遐食一顿饭5点钟爱1500块的美金 ？That is crazy insane, right？ 所以你就爱会当分辨讲 ，Well, what is the difference？ 迄是最重要的。你就爱 ，you're learning to differentiate， 你就爱学习讲要安怎分辨。You know, like what's the good art and what is the bad art? Like, you know. That 迄个是一个，迄嘛是一个 another process. Yep. 有一下，你有讲到这个商业的部分啦，哈。Oh yeah. 我想你这，我会记得吼，他十几当前的款，啊，阮这个 TUF 办迄个沙龙，啊，办迄个沙龙，啊，迄个沙龙的中间，阮就邀请一个，迄个 topic 就是讲 visual art and films， 所以我请一寡迄个拍电影的人，啊，去读一寡迄个 visual art 的人。啊，其中吼，我印象上深的是有一个 panelist 哈，这两名我都记得，这白人啊，叫做迄个Robert Davidson 的款。啊，伊的背景真趣味，伊是读 Rhode Island 的迄个 School of Design。然后了，伊搁去读迄个 Harvard 的 MBA 啦。啊，伊咧讲吼，伊讲即个读 Art School 吼是足好，你去训练免啊去做一个生意人，还是做一个 entrepreneur， 足好的训练啦吼。啊，伊举几点啦吼？第一点就是讲，你伫 Art School 内面吼。你就是训练讲，你一定要 meet deadline， 啊，你若 deadline 无啊，你就无啊，哈，啊，因为你真正诶商界诶时阵，还是讲你伫工程界，啊，你 deadline 你若拢一直拖诶时，人边诶人伫遐咧等你啊，规个拢无法，就拢无法度继续啊，啊，所以讲即个对于即个 art student 来讲哦 ，meet deadline 即个足重要。啊，第二点就是讲吼，爱会堪你像培养接受人 critique 的迄种的能力吼。我迄话啊，第一年去吼，啊，迄个啊，拢爱用家己的作品去互 critique 嘛吼。啊，话是讲安尼讲啊，拢嫌啊，拢安尼哭啊，吼。哦，啊，你爱
你爱学会晓有迄个能力通去defend，毋是干接受尔吼。有时会感觉，我另外我这是安尼呢，你看无到吼。迄个学习一种说服力，你咧第三种就是讲学习 teamwork 啦。有一个 project 是你无法度人家己一个去完成尤其是譬如讲电影方面，咧拍电影，你家己无法弄一个完成嘛，所以是伊讲这三点佮另外一个一个管理大师啦伊写迄个啥物 principle of 迄个啥物 business management， 我袂记个名，伊迄是伊即摆已经过身啦伊讲一点就是讲你要哪训练一个好的 businessman， 还是一个 manager伊讲个足趣味啦，伊讲你甲伊教伊讲你要哪听，要哪写要哪讲然后你若有时间你教伊 drama 了我感觉这实在是真对啦因为咱大部分咧做生意，人讲生意囝歹生大部分你咧做生意的时候，你大部分就是拢伫咧训练这 communication 嘛你到迄个 drama 这嘛是属于 art 的部分嘛而且 drama 应该是更较足关键处的一种咧综合的迄个 art art 了，你就会当知影讲你迄个 role playing， 你是啥物款的角色对方的想法是啥物款，伫即个中间来培养做一个businessman 即种的轨道。拄则你讲的我会当mention 就是讲咱伫咧学习的时阵，当然除了学校什么，咱伫咧人生，伫咧你的人生伫咧学习的时阵你若拄着什么困难你要学习，你就爱找迄个 example， 就是人一定知影要安怎做你得看人安怎，就是讲像咱去参加画展的时阵咱毋是讲咱无一定就讲一定爱甲咱的图卖掉，还是 whatever， 迄是一个部分。但是呢，咱就爱来看迄个最成功的 artist，how do they make it right？ 咱毋好一直伫遐想讲，咱毋好伫遐懊恼讲迄个咱伫咧失败的过程，也是咱无法度马上做到的代志，迄拢无较准。咱就爱一直看人迄成功的人，就是讲迄个人伊安怎甲迄个月饼做甲遐水，咱就爱去看迄个会晓做的人，咱无去看迄失败的人安怎创。咱就也是讲，你要学 piano， 你就爱找上好的老师；也是我要画图，我就来找Nami老师，伊画60年啊。所以你是讲生笑的 example， right？ So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你第一样代志 you gotta find yourself a good teacher。那有一个人的 experience 呢，是几年尔 ，that's not sustainable。你讲迄个 critique 是最重要的，就是讲我伫咧学校的时阵，阮都爱学习，嘛是无共款的 material， 所以阮嘛是爱迄个 ceramic。迄个当阵我的老师伊伫咧 critique 的时阵，是伫咧所有的人的面前，怎啊甲迄个拍弹伫咧涂骹的，所以你若要目屎要流出来，嘛袂好流。就是讲 ，because what you are going to create has some significance。你要做的物件最重要的，迄个物件叫做一个工具的时阵，会当活几啊千年，所以袂使讲生笑。迄个资源是足珍贵的，所以这个 attitude， 迄个态度，就是讲你对你的物件爱有尊重，伊才会显出
迄个精神，所以这个精神到尾啊，也是艺术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像怎有诶物件是遐尔啊重要的，就是伊诶内底有一个灵魂，伊有伊诶灵魂跟迄个精神伫迄内底安尼。所以是这个艺术，毋是讲安尼，敢若做浪漫不修边幅呢。但是画暝画日画甲手要断去，搁伫画。我会使讲一个咧，请讲。我有2点吼。要讲就是第一，一个成功诶，无论做啥啦，伊背后其实拢有 support。军旅吼，我感觉伊就是足有装备well equipped， 伊有伊无啥物相信讲，就是讲伊年纪要轻吼，所以伊抑佫安尼，我讲18般武艺拢会晓，即摆现代的科技拢有，所以伊真 resourceful， 迄电脑啥的操作拢会晓，这是有的艺术家无像伊遐尔，咬吼，会当present， 还是讲去操作这个business part， 用这个高科技，伊佫好学，足用功的吼，伊迄点迄 prayer 迄张安尼吼，我是五体投地的，毋知几千百万点一点吼，伊有即款的好学认真，佫有迄个support， 就是讲有人，你看今仔日遮尔侪人吼，互伊会当专心啦吼，去伊佫有宗教，有上帝好靠，佫有迄个真kind、真仁慈、怜悯的心，有迄个人道的精神，就是迄个哪大的迄个关怀组吼，伫遐才生产出即个 art program 吼。像我即款的老人吼，就是拢互因的关怀，互因的教的安尼，所以伊的图表现出来吼，就是 calming music， not pleasing to the eyes， 互会感觉得到安慰，得到安尼真感觉讲有迄个会通讲有人甲我共鸣的心，用遮尔水的艺术表达我的心情，互看的人啦。咱头拄仔讲遮尔济吼，伊有迄个生命力吼，到尾总结，伊会当努力，伊会当创这，咱会当创迄，总讲迄个 ultimate， 迄个装备吼，一个人上 basic 的装备，咱毋免讲大家拢知，伊就是要有健康，有体力，有 energy， 这是我即马上欠的吼。无要紧，我已经经过我的人生。所以我是望讲，这吼，俊怡你都爱注意，你的迄个生活的形态吼，工作以外吼，diet 的运动 ，ultimately 就是 energy。Thank you。多谢 Kami， 多谢 Kami 的关心，个提醒。咱伫咧拄着困难的时阵呢，咱得爱相信讲一定有答案的。你若问一个人，伊无互你答案，你也不要紧，你会当问 Google， Google 也无较早，你得爱去图书馆。迄图书馆内底有足侪例子，是拢所有的 answer 拢伫咧遐。
all the answers you can find. 你的 local library 找无，你找你的 state library， 你的 state library， 你去 national， 你去 Washington anywhere， the resource is there. If you bump into a problem， 你若有一个什么问题 ，there is always an answer. 你都爱 keep。你阁有上帝好课，多谢，真正是感谢。对，迄个迷你姑姑，请讲。君宇，我是好多啊，老师讲哈，讲真正会甲你夸奖啊是真对啦，因为我就感觉讲你是非常有生命力啦。其实我拢感觉讲有一种生命力，就是为咱细汉长大的。因为虽然你足早就出国，但是按你迄种海尾啊、味道海边迄种成长的过程，迄其实互咱真侪挖课啦，像讲。你阿嬷生11个，像我就70几个cousin，所以咱小时候的生活是足丰富。虽然咱无真知影，但是迄其实拢伫咱的生活上。所以我细汉嘛我以前嘛捌画图，但是我可以画出很多，就是因为阿公咧做，我阿公咧做批戏，后来阿公阿嬷拢出家，所以我们从小咱见识到足侪物件啦，若足好讲故事啦。我想讲。这对咱的画啥还是文学创作东西，我感觉拢有帮助。OK， 多谢，多谢。咱时间嘛无早吼，若有要，咱最后一个问题啦，好无？也较顶下拄则安尼想要问要无机会讲的人？若无吼，是毋请君宇要来做一个结论无？今仔日来做一个结论。歹势，我是小芬，我想要请教老师，你的迄绘图的材料是啥物货？是要怎讲水彩啊，还是色铅笔，还是油彩？油彩。你是要我迄个我毋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是我的图内底是迄个亚克力卡。是亚克力哦，亚克力是早阮咧做绘本迄种的亚克力哦。亚克力卡油彩。加油彩好，感谢我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做伙来分享，看今仔日互我有机会看大家人做伙学习。多谢迄个梁公兄。伫个遮，互咱逐个人做伙学习台湾的文化。你的英语嘛讲甲足好咧，我足侪迄名词拢听无诶。歹势。无要紧。什么是爱练习吧？我嘛是爱练习。我是伫校教 KE 啊，所以我英语拢袂记了。歹势。无紧，我嘛是爱练习，英语搁扣落啊，谢谢。OK， 无我先甲迄个关起来，录音关起来。